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，对门不如共厝内。不孝的新妇三顿烧，有效的查某囝过路遥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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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船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船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你是我的囝，你是姚青。阿母，你是我的阿母，阿母。你莫甲碰！姚青，伊不是咱阿母，你讲来等啊！阿姐，你莫阁欺骗我，你莫阁冤枉我。你上少爱我问伊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是去倒位？伊到底是做不了啥物代志，互你这么冤枉伊？姚青，阿母对不起你，阿母让你吃尼多苦，无好好照顾你，你原谅阿母好不好？姚青，你原谅阿母好不好？姚青，难道？阿姐，你要叫我等你上少爱我一个理由啊？咱已经看到阿母啊，是安怎你袂好我认伊？是安怎？你讲啊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因为伊不是咱的阿母，是你十几年的阿母，在路下等咱，这都是理由。你明明知影伊就是咱的亲生老母，你是安怎搁要欺骗我？你是安怎搁要欺骗你家己？我无法度接受，我无法度接受。是啦，尤真姊啊，你着家己先讲啊，甲代志拢讲个清楚，安尼个请假会死心啦。没关，我甲叫青细汉一爱哭，你嘛毋是毋知影。迄拢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！咱已经遮大汉啊呢，结果你要将这个冤魂藏伫心肝内，一世人拢永远无法度放袂记啊！过去，你讲了足简单，你安尼讲，敢对会起阿妈，对会起阿爸？你有法度放袂记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。我问你，你到底要甲我等下无？小青，你原谅阿母好无？你拢留落来，互阿母好好来弥补你好无？阿母。你敢有资格称呼你家己是阿母？我最后一摆问你，你到底要甲我回去，还是要留伫遮？阿姊，阿姊，好，你莫甲我回来，你就永远拢莫回来。有真假？阿姊，
玉清，你敢想要倒食你无下你的这档去？哎呦，玉清姐啊！玉清姐啊！玉清姐啊，你是咧创玉清姐？玉清姐啊，你莫安尼，你咧创啥啦？玉清姐啊，你莫搁安尼，玉清姐啊，敢讲你无爱你这个兄弟买玉清啊？毋是我无爱，是伊无爱我这个做阿姊。我拄则讲过，伊若是要甲伊阿母斗阵，我就无要离伊这兄弟，伊嘛上好永远拢莫转来。玉清，你等下创啥？你毋是要甲你阿母斗阵？你的行李啊，我已经替你款好啊，你随时通离开遮。玉清，你徛遐创啥？你来甲你阿姊回信得紧的啦，紧讲啊！玉清，这是你的行李，你即摆会走啦？你紧来甲你阿姊回信啊！我不爱去，我倒位都无想要去，我不爱去，我不爱去，我倒位都无想要去。阿姊，你莫赶我走好无？我要住一个遮，我倒都无想要去。是阿母叫我转来。阿姊，阿母伊讲，咱家底下袂当分开，伊讲我袂当伤阿姊你的心，伊讲阿姊你遐细汉，家照顾甲遐大。食足侪苦的，叫我就爱转来。我照顾阿姊，保护阿姊，免讲阿姊艰苦。阿姊，阿母伊讲，虽然伊无真正请用咱的钱。阿姑这几年来，这伊的心肝啊，以后是做跳糖啊，做想咱家底啊。伊一直想要找机会，阿姑伊找无咱。阿姊，你莫甲我问阿母啊，好无？是啦，玉珍姐啊，咱讲天下父母心，我相信无一个阿母无疼惜家己的囝啦。就亲像我逐工伫咧外口啰嗦，甲我母囝侪麻烦，伊嘛是同款关心我、疼惜我。你着莫搁怨恨你阿母啊啦。阿姊。玉清，你莫赶我走！玉清，阿姊嘛唔甘你离开这，也毋过我无法度，甲伊大斗阵，我甚至无法度开嘴叫伊一声阿母。头家，哎，算少。拢总20块啊。小肖，快过来哦！你今日你玩哪好？就下你就莫啉遐济安尼啊！我无要紧啊，无要紧。
林志强，我来就好。齐先生，当这走开代志拢是查某人咧做的，你莫当啦，你当休困就好啦。变啊，阮规家伙仔吼，伫你遮白食白大，啊，你也无要甲咱收钱，我甲你做一寡工课吼，也是应该啊。哎呦，当这几工你甲我斗做这工课啊，参如讲整理房间啊、接水管啊，陪我去买菜啊。当这代志吼，这滴厝水有够啊啦。曹经理，你人实在真好，其实我。哎呦，你也免搁讲啊啦，当你已经睡倒下，已经足侪届啊。来，你倒下坐，这我来就好吼。来。其实吼，恁规家伙来住在遮，我是足欢喜的啦。也是讲，你毋知考虑了安怎，是毋是愿意搁倒遮住落来？其实月经甲月清，卡出来这时阵离开我身躯边，我感觉足毋甘的，嘛足袂惯势。搁再安怎讲，我甲因做母仔囝，嘛做10几年。阿官啊，你叫月经甲月清来食饭。阿母，秀英即摆应该无好心情食饭。是安怎？因为月清应该月清是阿母相恋。我的海角啊天，心自讲生命，付出心心意命。我想讲你袂转来啦，我想讲你的老大命，甲文昌还佫迄2个囡仔团圆。小平啊，你免考虑我啦。你若真正想要回去甲因团圆，我一定会祝福你，我绝对袂怨叹。真实的，我真正足思念我的囡仔，我思念因10几年啊。即摆这2个囡仔，就徛在我面头前，我煞袂当甲因做伙。我了解，你即摆心情我拢会得通了解。所以你透早要出门的时阵，我嘛无甲你挡。拄则我嘛甲你讲，叫你回去甲因团圆，我绝对袂怨叹。也毋过你咧，这10几年来，你为我付出遐尼济，你甚至为着我，无看到手我啦，嘛无照顾你的后生志强。我若真正离开你，我对你无法度交代，我嘛永远袂原谅我家己。你甲文昌，一个对我有义，一个对我有情，我唔知影要安怎才好，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
其实哦，你今仔无伫的时阵，你的衫裤我拢替你看啊差不多啊。我知影你一定会丢毒，唔知影要安怎，所以我替你做决定。转去啦，转去甲文昌，还佫有迄两个囡仔团圆。你真正莫考虑我，原本你就是文昌的家后，但即马文昌无死，你若无离缘，还佫有迄两个囡仔，以情以理，你拢应当爱转去，遐才是你完美的家。我做袂到，我真正做袂到。我才会当帮你一个人在吃，我无法度帮你一个人在吃。咱去结婚，咱去结婚安尼。迄是形式的尔，迄张纸我随时拢会当甲掠破。迄张纸你随时会当甲掠破，也毋过你对我的温情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甲掠破，你知影无？伫咧10多年前，我带你离开市家的时阵，我就对天求誓，我绝对要甲你永远斗阵，要照顾你一世人。也毋过殊不知，文昌伊无死过倒转来。所以当时毋管咱离开市家的理由是啥物。当伊徛在我面头前的时阵，我拢感觉真见笑，对伊真袂得过。我相信你嘛同款。转去啦，你就甲当作咱一世人有缘无分。我厉害到阿天，心自甘心命，付出心心。我知影，即马向阳叫你倒转去。你一定会真伟大，你一定会感觉对我真袂得过。不过你详细想看觅，亲情总是亲情。文昌伊是用红灯火桥甲你带倒转去的红婿，还佫有迄两个囡仔，是咧派10个月所生落来的亲骨肠。这款的亲情是永远袂改变，莫阁丢丢啊！你转去，你若留咧遮，我当然会真欢喜。也毋过你的心肝内永永远远所挂落的嘛是文昌甲迄两个囡仔。安尼你一世人嘛袂快乐，你若袂快乐，我嘛袂快乐，敢毋是？小姐，听我的嘴啦，转去，我绝对会永远祝福你。
清，阿母叫你去食饭。我无想要食。玉清，你即摆阿爸嘛找着啊，阿母嘛已经找着，应该欢喜才对啊。找到有啥物路用？我的阿姊根本无想要认阿母。阮一家伙将来嘛是我大头传伊啊。但换做是你，你敢欢喜？来怀疑，体会你不捌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。